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礼拜则会来关心台湾画家。今年是台湾炭矿府画家洪瑞麟101岁的免期。台北市立美术馆特别展出一位早期到尾期，大约350多件精彩的原作甲文献，望大家熟悉这位描绘劳动者生活的代表性画家。有一组一组的矿工那他们是蹲着或者是站着然后再采煤矿。画出土炭工的日常是知名的土炭工画家洪瑞麟的经典作品，嘛是台湾美术史上描绘劳动者日常生活的代表性画家。他的创作就是随时随地，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就拿着一本他的笔记本，他就可以在坑内或者是在空场，他就对他的描写的对象就进行速写。为着饲某囝，伊伫矿场食头路一做35冬，近距离接触学土炭工的工人，若要讲伊对家前的关怀，会使自伊细汉讲起。洪瑞麟出身大稻埕，细汉时入去刀工医学，受到领导主基的真诚启蒙。后来，佫到日本帝国美术学校读册，受到日本普罗艺术思潮的影响，描绘劳动者农民的创作根基，就对这时开始，对这北山形市集，就通看出伊的领导关怀。他在那个地方看到那边的农民在那个冰天雪地当中，然后还不畏风寒，然后等着人家来买他们的东西，就是叫做山形市集。那其实他就感受到说，人生原来其实就是一种搏斗。洪瑞麟画风写实，前总统就经过参观伊头家的画展嘛，深受感动。伊嘛赠送一幅骨力的阿坤伯予蒋经国。经过几十冬后，今年拄好洪瑞麟101岁免期。北美馆即届收集各方的文献作品，计共350件，全面性小解洪瑞麟的一生。当然，他的这种精神启发了很多后代特别更关心我们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政治发展当中这个族群之间的这个融合问题。展览曲讲旅行，阁有真侪家藏作品。伊的大后生洪君雄捌形容伊的老爸讲，为追求涂骹底光到食老追求红黑衣光的光彩，确实代表着洪瑞麟一生的追光精神。记者陈阿文、小凯台北采访报道。为着要让大众更加了解洪瑞麟这位炭矿府画家，台北市立美术馆特别伫儿童节举办缩写活动，要带囡仔欣赏洪瑞麟的作品，用故事加动作小解炭矿府的生活。手举彩色笔，伫5分钟以内，甲台顶的乌形画落来。台北市立美术馆当日展出土炭工画家洪瑞麟的作品，嘛特别伫儿童节办活动，予大人囡仔同齐体验缩写的趣味。我觉得他很可爱。正面和背面。背面，因为不用涂脸。洪瑞麟留落来真侪缩写的作品，伫黑暗的矿场，伊用一支笔伫短短的时间内，甲伊所看到的一切画落来。即摆北美馆嘛邀请马导，予大众观察画出无共色头的劳动者。那我们希望用百工速写的方式，就是不同的职业类别，让大家去观察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动态，或者是他们有趣的地方。画速写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反而并没有像我们成人想象中的这么困难。他们会非常勇敢的就下笔，然后就是开始画。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除了缩写的活动，北美馆嘛带囡仔欣赏洪瑞麟的作品，用故事甲动作小解土炭工的生活。今天早上去光的艺术展，就看到洪瑞麟在画矿坑，然后呢又知道了这里有关于洪瑞麟，所以就因为这2个原因就来。之前没有想到矿坑会长那样子，就觉得矿坑好像感觉很热，因为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对于儿童呢，我们希望可以启发他更多的一些好奇心跟兴趣，所以我们会尽量呢是用以提问的方式，然后用比较简单的一个切入点，让他引起他的兴趣。真侪家长伫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带囡仔来遮，过一个无共款的儿童节。
他们擦也很好玩，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这样子速写，没有过，所以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个很好的体验，也是很好的经验。为看图到画图，家己亲手画，大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透过深色的活动，了解台湾艺术的故事。记者李欣、卢林书、丹保罗采访报道。另外一位比洪瑞麟早17年出世的出名画家陈定波，会当讲是伊画段的前辈。今年是陈定波过身75周年，嘉义市美术馆甲陈定波文化基金会等等的单位做伙合作举办人间陈定波甲画图的展览。除了伊的创作，阁有伊甲艺术家朋友陪线往来收藏，而且结合文学、音乐甲剧场内容。希望民众透过无同的感受，认捌陈定波。一张一张的相片甲资料，呈现家己出身的出名画家陈定波的过去。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去年捐50件收藏，予家己市美术馆，其中有15件是陈定波甲朋友的陪信往来。包含像林玉山，然后张李德和、林玉书等等的该时代的这些创作者们，他们是如何相互交流跟相互创作，那这些作品它作为礼物，那他们又是如何去收藏的？除了可以看到陈澄波的作品之外，也可以看到陈澄波还有当时的艺术家的一些连结，然后彼此的馈赠、交流等等。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将近100件的作品甲文件，要让民众欣赏甲了解陈定波以外，家己市美术馆嘛头摆邀请无同领域的艺术家，希望民众有无同看展览的体验。能够那么近距离的跟画作站在画作面前，然后知道看他的画，心里是真的觉得还蛮震撼的。美术馆其实大多都是着重在视觉艺术的表现上面，那借由文学、音乐跟剧场，其实也能够开展出不同的这些艺术创作感知上面的这种体验。美术馆表示，伫这届陈定波的展览当中，唔但有伊的收藏甲作品，嘛是75年来头摆用系统化的研究展出，除了要互看的人了解陈定波对艺术的影响甲重要性，嘛希望会当用在地观点传承家己的画图精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你若去看洪瑞麟伊画遮个用墨水咧画遮个速写的即款图吼，你爱去甲看，迄内面是一个人甲放工共款留着伊身躯的汗，用汗去画出来的图。欢迎登来台视挂大条。今年是台湾炭矿夫画家洪瑞麟100岁免期，即阵北美馆也同咧展出洪瑞麟的作品。今日来宾邀请台北艺术大学博物馆研究所的赵仁义教授来甲咱做伙分享。教授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教授你好，咱若讲到咱即个画家、艺术家，其实创作的题材真多元。即洪瑞麟呢，伊是用要30天的时间，上伫即个炭坑记录咱即个炭矿夫的生活。尤其听讲伊自细汉时阵就真有美术的天分。伊虽然是出世咧大稻埕遮吼，即个商业的环境内底吼，伊的老爸是工做即个技校吼，即个工课。但是因为伊的老爸本身就是一个足好的水墨的画家啦，所以伊细汉吼，就负责拢会甲因老爸画墨吼，因老爸指定敢若伊画的上好安尼。所以其实伊上重要的启蒙老师就是因老爸即个吴湘海吼。第二个即个启蒙老师就是伊读一个号做道光艺术吼。即个道光艺术内面有一个美术老师吼，叫做吴清海吼。自伊做囡仔是看伊会晓画图吼，就拢摕一寡日文的即个美术杂志互看，吼，佮叫伊去用素描吼来做练习，所以迄个才华本来就有，佮加上等于即两个启蒙老师吼，有甲磨练啦吼，所以一步一步就愈来愈行向即个艺术的路吼。伊读即个道光艺术了后，伊即个拄好叶宗怀吼帮助伊日本老师即个就川김一郎吼咧大稻埕才成立即个台湾画研究所吼。
即个洪水林伊换去加入遮去遐学，去遐学的期间吼，真正就是咧即个石川即个对台湾美术史真有重要的艺术教育的贡献的艺术家的门下吼，开始就进入即个专业的训练吼。佮加上迄当阵伊的同学内底吼，除了叶宗怀吼，佮有陈德基吼，佮有像陈英鼎吼，以及到尾啊，搬厝搬来甲大稻埕遮，变做伊诚好的朋友杨三郎，即拢互伊怎咧成长内面吼，一直到18岁吼，拢咧甲艺术家交往。拢咧交陪。除了迄两位先辈启蒙老师以外，就是家己的爸爸，甲咱讲吴清海老师以外，其实家己的同学朋友同伴之间，其实嘛拢有即个气氛。但是其中讲到一个人名，即个叶宗怀，对伊的影响是毋是特别的大？要讲到叶宗怀以前，我毋知咱先去补充讲到，其实最重要是这吴清海老师啦。这吴清海老师吼，迄时阵就甲讲吼，你若晓画图吼，你爱去关心这个劳动者，你爱关心这个世界里面真正艰苦咧过日子的人，你爱去亲像这个法国这个米勒吼，安尼做一个艺术家，你对人类的世界才有贡献，这应该是最重要。当然伊捌着这个叶宗怀，因为叶宗怀伊是一个有艺术才华的人，但是因为伊的家庭的事业，互伊怎变做爱留咧台湾接家族的事业，伊颠倒拢甲伊迄资源吼摕出来帮助伊的老师石川以外，伊嘛拢帮助伊遮的好朋友、遮的同学人较有才华的去日本吼。洪水林咧伊一世人吼，无替足侪人画人像。这个艺术家朋友，伊上重要去替人个画人像，一个就是我拄仔讲的陈日基。陈日基已经过身了啊，伊家己几十年后了，伊阁帮陈日基画一张陈日基少年吼，迄张孙像。另外就是伊甲叶宗怀嘛画一张人像。伊去日本读册，经济艰苦的时，是向叶宗怀请求着对个经济的支持，所以这个情吼，会当讲真深啦。所以有即个朋友的情，也有即个老师的话，互咱即个洪水林伊伫咧创作的路，其实嘛有展现出像吴清海老师甲伊讲的迄句话，伊爱关心即个艰苦人，迄是伊转去日本读美术了后，伊就有开始咧注意即件代志啊嘛。我有时咧想讲，除了即个吴清海老师细汉就安尼甲讲。我想甲洪水林这个人的心肝吼，真善良，对着弱者吼有这个关心，应该足重要的。所以伊咧还未去日本以前，咧1920年代时所画遐台北的风景图吼，你甲看伊的色彩拢用较土色吼，较朴实迄种，较朴实、较土色。为迄个艰苦人，迄厝，吼，你看伊特别为迄个什么后街，吼，就是为迄个较破落的迄建筑，吼，就是讲伊迄个生命内面，那像就是有一个关心咱普通咱的目睭看袂到的所在。所以咱知影讲洪水林画家，伊其实有即个炭矿夫画家的即个称号嘛，所以伊就是迄当阵伊伫因为甲因朋友的关系，所以伊转入去即个炭坑做事。伊去日本读册是1930年吼，读到1936年。当然，这期间伊经济是真困难的，拢靠打工啦。36年毕业了吼，伊竟然转来了，佫设法佫去日本。即边去日本，特别去较东北方即边的山形即个所在，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叫谢梅吼，即个日本人，伊遐看伊即个朋友，而且即个朋友去互伊了解着讲，你来即个所在看，遮是甲东京无共款的人，拢劳动者，吼，1938年
伊倒转来，伊就直接敲家长话讲，我会当来恁迄矿场，来做工课。关于即点我有几个解说咱一般像洪水林遮好遮古意的人伊咱所看是讲伊就是直接要入去遐看即个矿工的即个生活，要记录因的辛苦。另外就是1938年，其实迄时阵，即个日本已经陷入即个战争的阴影内底。其实以洪水林迄时阵画的即款图其实伊转来台湾应该嘛无法度咧学院的环境内面去找到适合伊去创作的环境。老师有讲到讲，伊过落尾去日本去山形遐，其实伊对遐就开始有一寡创作。老师即个嘛有甲画作摕来嘛？请老师甲咱分享可能对日本抑个伫咱即个炭坑内底的作品是安怎的？伊咧日本也咧东京的时阵，伊就特别在1933年迄一个日本贫民窟即张图，即个心理上第一就是伊做囡仔就关心弱势者，艰苦人。另外就是讲，伊去日本读册了后，伊去接触到的就是增加对美丽佮延伸出去接触到即个法国咧19世纪中迄当阵写实主义几个重要的艺术家，比如讲杜米耶，咱台湾人讲杜米埃，杜米埃有画迄个三等车厢，啊画迄个艰苦人，另外就是讲伊咧日本读册中间，我相信伊当阵嘛接触到即个写实主义内面的库尔贝，库尔贝伊嘛是画迄个咧卡石头的人，迄款物件，所以伊咧日本的时阵，伊有去接触到遮个写实主义。这个写实主义一般来讲，毋是咱讲的自然写实主义，就是画风景尔，因是社会写实主义，因画是画生活，而且是艰苦人的生活，另外就是即张，就是伊佫倒转去，1936年才佫转去日本了，伊去即个山形即个所在，即张图是足感动人的。你看伊画即个背景咱看会出即是一个落雪的所在你会当冰寒地冻啦，天寒地冻，天啊看连涂骹都拢冻酸的。你看因遮每一个人迄姿势，特别咱看迄个头前即三下，你看因迄是安怎揪起来的你看迄就是讲，搁安怎自然，搁安怎困难，因嘛是爱为着生活咧拼命。这就是即个洪翠林1936年了后，伊去山形了后，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发展。搁来上尾张是伊转来台湾以后，拄好即三张图会使看出伊即个三个阶段的变化吗？是安尼我其实洪水林咧1960年代了后，其实画过4张图，拢用矿工颂，矿工颂，即个作品大家咧看，毋知有去感觉到，你若亲像咱听着遮武工迄位置，迄矿工伊举着迄个伊迄工具咧敲着石头迄时阵，遐武工迄起落落的声，这若亲像一个交响曲你要看，这是一个矿工迄个立与声的交响曲。咱无咧内底，但是即个声音其实你看会到。洪水林已经甲矿工即个受苦的身体，甲化为永恒变做是一款赞美你看伊这每一个拢像袂输是雕像安尼来处理。其实咧台湾足少人去注意，即边展览嘛无特别去注意。其实洪水林迄图内面有雕刻性足悬的，雕塑性足悬的。其实咧日本拄着迄个老师是迄个清水都甲是即个教授，其实伊是一个雕塑家，伊是罗丹的学生，布尔代尔的学生，即个清水多加士
其实红水林迄作品雕刻性足悬的，所以你要看伊哪像咧画图，其实伊甲这矿工已经甲，咱就当讲甲神像化。其实伊伫炭坑内底咧画图咧创作的时阵，其实伊迄个画图的环境应该毋是讲改好的，这敢有改变伊画图的方式？哦，这点足重要的，足感动人的。有人讲啊，你迄当阵要安怎选择材料？伊讲吼，基本上咧看坑迄个内底吼，伊会当找入的材料足有限的啦，所以任何一种只要会当互画图的迄纸类，伊拢使用。吼，伊讲咧迄个状况内底，会当选择就是啥？就是代表迄个环境的本身、的本质就是安尼。另外最重要就是讲，伊哪有可能炸足侪水入去？啊，迄内面拢36度，规身躯流甲拢干。有时阵欠水好使用来调即个原料的时阵吼，是用家己的寒水来做原料呢。你若去看红水林伊画遮个用墨水咧画遮个树下的即款图吼，你爱去甲看，迄内面是一个人甲矿工共款流着伊身躯的汗，用汗去画出来的图。足侪人无去知影是即点，红水林家己有去讲起。这就是伊材料的一个特色。当然，伊入去无可能讲早油画的材料入去的啦，所以伊若画矿工吼，会当咧内底画大多数是即个用墨水杂。其实红水林伊为日本转来了后，伊有发觉到伊家己画的作品可能毋是大众会接受的。咱敢会使界定讲红水林的作品，差不多是当时大家才开始注意到，讲伊即个精神是真无简单的。红水林吼，其实战后了嘛是，抑个咧真孤独寂寞的即个创作的迄状态，真正去受到重视吼。第一是1960年代的时阵，即个国立美专吼，李维秋咧遐做美术系系主任的时，有搁请伊来遮教即个素描啦、水彩啦、油画啦吼。咧美术教育内面增加着伊的地位啦吼。这第一项，但是伊的题材，伊家己上关心的题材，基本上还是咧画矿工嘛。伊1938年了，咱来看伊一直到1980年去美国以前，即个40几年时间，拢咧画矿工。即矿工的题材，特别咧1947年台湾日本事件，甲了后迄白色恐怖迄时代了，伊即款作品是有可能去互甲地无啊吼。有可能是会危险的，所以伊咧这方面嘛真低调嘛，安尼去向外界去宣传嘛。所以基本上伊真正受重视，才1970年迄尾后啦吼。啊，上出名当时1978年，伊咧即个光复南路吼，即马即个麦当劳迄边仔遮吼，春之伊人遮吼，办伊的即个个展。迄当阵的总统蒋经国吼，有去看即个展览，啊，伊真介意伊的作品，啊，对伊的作品嘛真婀娜。哦，因此吼，咱台湾即其实过去咱毋敢期待伊会当有较开放迄个言论的一寡媒体吼，哦，拢大咧报道即个展览吼。蒋经国去看红水林的图吼，有一个较笑可的一个讲法。啊，一个较严肃的讲法吼，咱若去看即个蒋经国去看展览的时阵，甲红水林徛斗阵迄相吼，哦，即两个面相是足共款的。啊，蒋经国迄时就爱穿一领夹克的吼，啊，甲红水林伊嘛穿插拢足朴实安尼吼，迄两个看袂输真正咱兄弟啊。嘿，啊，另外一个角度较严肃是讲，蒋经国。有可能听到即个一个画矿工的画家的时阵，有去唤起着伊少年时代咧莫斯科去遐算起来，完去食苦的阶段，迄一个岁月吼。所以即个心情吼，原来相当的一个程度也去保护着像红水林即款。其实有可能会去用低薄啊，迄艺术家，即个安全。
因为有人讲，这个洪水林嘛，其实伊的作品内底有在野精神、甲劳动美学，这是啥物意思啊？在野精神。讲到在野精神，咱就爱去讲，像洪水林去日本，伊毋是去读东京美术学校，伊去读帝国美术学校。帝国美术学校的老师是搁减换一代，因这代较接触到即个西方即马迄当阵吼较前卫的，像立体主义、甲野兽主义即款物件。洪水林伊咧日本拄着的，拄好就是我若属于即款较毋是行院派即款的，这就是讲咱讲伊的在野性。另外，拄我讲的，咱若要讲倒转来的在野性，就是我想伊无政治立场，伊即个在野性就是，伊是为弱势者，伊是为弱势者，伊看到矿工迄辛苦，伊甲伊规人生所有的生命甲能力，拢要奉献伫遐。伊不是讲，伊讲伊住咧即个矿迄个环境内底，每一工都会当听到有查某人为着伊的翁过身伫遐咧哭。我想，咱若讲在野，就是一个艺术家，伊会当甲别人迄哭、甲悲伤当做伊关心的主题。我想，这就是个在野性。台湾早期画家用画笔记录出台湾的时代变化、生活减酸甜。即阵也因为科技的进步和技术有更较多元的面貌。今日非常感谢廖真义教授的分享。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观众耐心来听阮这个解说。以上就是这礼拜的代志挂大条，咱后礼拜再会。他们那个东京临时医学校老校长叫齐冈弥生嘛，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女生呢来读就是要有一生就是好好这个为医学而服务，你们就把你们想象成说你们嫁给医学了。生查甫的给他提300块，谈那个生产费，生的查某给他提200，查某去俗。